嗱，咁呢次我哋講講廣州80年代嘅時裝潮街啦。咁呢條街呢，點解叫高第街？係因為佢有好多高門窄第，所以就起咗咁嘅名。80年代呢條街巴 Q 第啦，佢既係全廣州市第一個官方規劃嘅工業品市場，又係全國最大規模嘅批發市場，入邊全部都服裝。而家你睇到可能都係賣內衣嘅，但嗰陣時係乜撚服裝都有得賣嘅。咁咧呢條街當時嚟呢度採購咧，基本上都係外地人多，商家俗稱叫做撈佬撈佬撈佬。嗱，呢條街旺到咩程度呢？當時有句咁嘅俗話叫做東南西北中，發財到廣東。講嘅其實就係從高第街開始嘅。嗱，1993年之後咧，就鄰近火車站嘅白馬、黑馬、天馬三大時裝批發市場就起咗起身啦。咁啊，高第街就沉咗落去啦。就而家高第街就已經成為咗廣州北京路旅遊文化區規劃嘅一部分。所以咧，遲早佢都會重新煥發當年嘅光彩嘅。咁咧，老實講，高第街係外地人嚟呢度採購嘅多啦。咁如果本地人去邊啲地方，去邊度買嘢多，去邊度入貨多，去邊度批發多咧？跟我嚟去下一條街狀元坊。嗱，廣州人話齋啦，食嘢食九大簋，但係呢條街就唔係出九大簋，係因為出咗個嶺南九大狀元之一嘅張振川，所以呢條街嘅名咧就叫睇下狀元坊啦。咁大家可以跟我入嚟及一及呢條以前嘅旺街。嗱，舊陣時呢條街咧仲係以做粵劇嘅戲服出名嘅，佢仲要入選到非遺名錄嘅。80年代呢條街係好旺嘅，佢係廣州市時裝嘅批發零售嘅一個集市，佢面對嘅咧就係本地人啦。嗰陣時候呢條街旺到傻晒，水泄不通。屌你唔行俾人拱住行。我相信咧，即係話當年喺廣州住過嘅60後、70後，甚至係80後、90後，都喺呢度留咗聖地腳毛嘅。潮起潮落啦，呢條曾經旺到上天嘅老潮街，謝晒雞咯。大家睇下，水靜河飛啦。廣州4條時裝嘅老潮街咧，就介紹到呢度啦。今日嘅天氣鬼死咁熱，諗下大底都濕埋，唔講咁多嘢啦。得閒又點個讚，點個心，俾個關注，多啲分享，係咁先，拜拜。